来继续来看立委陈柏惟的罢免案，这个礼拜六就要来投票，哪里拢有动作。国民党是来开记者会，炮轰这个陈柏惟是毒内滴、毒空气、甲毒品的三毒立委。过去跳出逃走、耍跋筊的电动啊，嘛无诚实来面对。国民党请选民用行动，甲无信任的立委甲罢免掉。那民进党方面，副总统赖清德伫个面册发文章来强调讲，台湾需要良善、年轻、达得正义，公开来支持陈柏惟。1023罢免2职立委。国民党全新的发言团队排规排，就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出来罢免基进党立委陈柏惟。所以说你3独立委，嘟啊好娘啦！他在2019年支持分阶段娱乐性大麻的合法化，这个部分陈柏惟不要闪，不要躲。公布文宣讲，陈柏惟是听大麻来低加毒空气三毒立委，佮搬出伊调书逃走、耍跋筊电动的黑历史，火力全开。挡疫苗、挺莱猪、护中火，没专业。中二选区的这个选出来的立法委员，但是他的行为，老实讲，真的也很中二。民进党方面冇动作，副总统赖清德伫面册写讲，台湾需要良善少年、达得正义，挺陈柏惟作为天意面对难关。若总统出来问伫最后一礼拜，敢会徛台？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表示讲，若是基进党有需要，蔡总统去的机会就真大。民进党国党部主委联谊会嘛到雾峰去支持陈柏惟，呼吁选民勇敢投票反对罢免。三 Q 罢免案暂入高级关到哪里的对决，将伫10月23分胜败。